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6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2篇19节到29节。以赛亚书56章第9节到12节。罗马书第2章17节到2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好牧者。耶稣基督捌伫约翰福音中间讲到羊群甲牧者中间的关系。伊提到着遐个受雇的雇羊人，毋是真正的牧者，因无注意，也是讲无咧插遮羊群，因为羊群毋是因的。好牧者不但是真注意羊群，搁较了解羊群。羊嘛会听因的声音。先知以赛亚伫这个以赛亚书56章第9节到12节，安尼讲到，上主讲：产野的走兽啊，拢来；树林内的野兽啊，拢来吞食。以色列的守望者拢痴迷，拢无知识，因是袂肥的狗，规日倒伫困，伫做梦。因拢是贪食的狗，规日食袂饱。这的牧者无知识，这逐个人行家己的路，追求家己的利益。因讲：来，咱来去买酒，啉厚酒，啉互伊狗开。明仔载会甲今仔日相款，甚至搁较赞。以赛亚提到着遐以色列的守望者是无忠心的，是痴迷的，是倒咧困的，无有智慧的，是贪食的狗。迄个意思就是讲，因并毋是好的牧人，搁较毋是迄种好牧者。保罗伫写互罗马教会的批信的中间嘛，提到类似的一个情形。罗马书第2章17节到29节，安尼讲着。安尼你自称犹太人，歪靠律法，搁用上帝做倚靠。你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有受过律法的教导，会晓得分别是非。你自信家己是伫甲失明的人带路，是黑暗中的人的光。戆人的导师，幼稚的人的老师。你想讲，既然有律法，对知识甲真理就有把握。你假是别人，是安怎无假是家己？你甲人毋通偷摕，家己有偷摕无？你讲毋通犯奸淫，家己有犯着无？你厌恶妄想，家己有抢庙死啊无？你夸口有律法，家己有犯法来侮辱上帝啊无？圣经有记载，因为恁的缘故，上帝的名伫外邦的中间受亵渎。你若遵守律法，甲礼就有价值；你若犯法，就有甲礼变成无甲礼。无甲礼的人，若遵守律法的规定，上帝敢无甲伊算做有甲礼吗？肉体无受甲礼，毋久有遵守律法的人会甲你定罪，因为你有律法的条文，阁受甲礼，毋久颠倒违背律法。其实外表做犹太人的，毋是真正的犹太人。伫肉体所受外表的割礼，毋是真正的割礼。真正的犹太人是内在的，真正的割礼是心的割礼，是圣神的作为，毋是靠律法的条文。这款人受称赞，毋是对人，是对上帝遐来。基督徒若是知无去行无尽力，甚至安尼家己监督，结果是自大、笨蛋、素行不良，就违背着上帝的号召。真做遐个不良的牧者，
基督徒无读经会使无？无祈祷好无？读经祈祷却无愿意行道，上帝欢喜无？敢若讲别人，家己却是歹事做尽，即种有见证吗？基督徒既然是受到上帝的呼召差遣，就应该拍拼成做迄个信仰的见证者，并且忠心照顾上帝的羊群，通好成做好牧者。诗篇22篇19节到29节，上主啊，求你毋通离我远远，上帝我的溃力。求你紧来帮助我，求你救我脱离刀剑，救我的性命脱离狗的势力，求你救我脱离狮的喙。你已经有听我，互我脱离野牛的角。我要对我的兄弟报扬你的名，我要伫聚会中来学乐你。人敬畏上主的，就称赞伊。以色列的后代就归荣光互伊，雅各的后代就拢着敬畏伊，因为伊袂看轻善车人，袂用无看因的困苦，嘛袂面越走毋插因。因求救的时，上主有甲因讲：我要伫大会中间称赞你的所做。我要伫敬畏上主的人面前写我的愿，善车的人会得到帮助，追求上主的人会称赞因，显恁的心永远有活气。地上所有的人拢会记得上主所做来归顺伊，世上万族拢会伫伊的面前敬拜。因为主权属于上主，伊是万国的主宰。地上所有富贵的人会自责忍者敬拜，连念力要死得要归途的人，也会伫伊的面前来跪拜。感谢上主赏赐阮救阮互阮会通经历着更新的快乐。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活出这个新造的人的生命，见证阮是基督的门徒，做一个忠心好的牧者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